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各位的朋友平安。今仔是主的圣日，咱三甲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虽然咱无是上一个所在，你可能是伫别个国家，伫真远的所在，还是伫较近的所在，咱同时来借着这个电脑，这个网络来三甲来敬拜上帝。愿主的平安甲兄弟姊妹同在，愿上帝祝福。咱三甲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丰盛的恩典。虽然阮这个时仍然伫这个贫困泛滥的日子当中，有真侪人可能伫这个病痛内面，有的人伫这个死亡的挣扎当中。但是，阮感谢上帝，你仍然保守阮到如今。阮今仔日来为着怀伫痛苦忧愁的人当中来祈祷，求上帝你甲因同在，互因早日恢复身体的健康。这个病痛早日来好起来。求上帝你来祝福每一个人，也每一个家庭。求上帝来借着这个特别的时期，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互因心中来接受主耶稣做因的救主，得到上帝丰盛的恩典，直到永远。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
位兄弟姊妹，今仔早起所要讲的题目是做伴的重要性。做伴的重要性，什么是做伴呢？就是有人甲你三甲伫咧，三甲做阵做伴，互你袂孤单，互你袂孤单、孤独，这是今仔日要甲兄弟姊妹讲的一个题目。咱先来看几节的经文。头一个所在的经文里记载伫创世纪第2章18节。创世纪第2章18节，圣经安尼讲：耶和华神讲，迄个人独居无好，我要为伊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伊。第二个所在是马太福音第1章23节。圣经安尼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囝，人要称呼伊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上帝甲人同在。上帝甲人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第三个经文呢是新约的最后一本册《启示录》21章第3节，《启示录》21章第3节，安尼讲：我听见有大声音对宝座出来，讲：看哦，神的丈母伫人间。伊要甲人三甲徛起，因要做伊的子民，神要亲自甲因同在，做因的神。这搭讲到三甲徛起，第二个词叫同在就是甲伊做伴，要甲伊同在，甲神的百姓同在。今年2020年2020年一开始的时阵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已经渐渐的蔓延发生传染到全世界了。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确诊的人数已经达到450几万就是得这款病的人已经全世界已经有450几万人。那死亡的人数呢是30万8千几个人了，30几万人30万8千几个人。而且这个人数这个破病交死的人数，逐日也阁无停伫咧增加。咱想到一点心内真艰苦心，心内真艰苦心。咱想觅咧，伫即款的时阵医院内面充满着病人甚至有诶无所在无床位通来安放遮病人咱想觅，伫即个时阵，医院内面病厝内面最需要诶是虾米款诶人来甲遮病人三甲伫咧呢？上要甲因做阵呢？上要甲因做伴呢？咱逐个人拢知影，伫即个时阵，医生甲看护定伫因的身边，甲因做伴，来帮助呢，来医治因。咱会想，若无遮医生，无遮看护，甲因做伴来帮助因，我想因的痛苦会加倍因的死亡的人数
搁较多。所以咱想到这个陪伴陪伴，还是做伴，甲面三甲地咧，这项代志是一项真重要伫人生当中一项真重要的代志。为什么讲这个做伴是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大代志呢？因为人出世无法通单独的一个人来生活，那有也是非常的痛苦。人无法通孤独单独的生活伫这个世界中。咱来想卖咧，一个婴仔，一个 baby， 对伊的老母腹肚内面出世出来，咱来想这个细汉婴孩若无老母伫伊的身边咧陪伴，互伊食，互伊照顾穿衫各方面的需要，我看这个囡仔无老母的同在无老母的陪伴，这个囡仔就活袂成咯。搁起来，这个囡仔儿童，若无成年人伫伊的身边，甲伊做伴，我看这个囡仔，这个儿童伊一定成长起来真无好势，健康也是真无好势，因为成长也是无好势。后来咱看这个囡仔条到大汉，到青年的时代，这个青年人若无父母伫咧督促伊，无先生学堂的先生伫咧教示因，无一个好的朋友甲伊做伴，哇！这个囡仔实在是伫这个社会顶面真无容易，可能会真正无正常无父母、无先生、无在伫咧关怀甲伊同在伊可能伫这个社会顶会受到真无好的引诱做歹代志所以人活伫这个世界毋是单单食米，毋是单单这个生活的享受尔定。有人甲伊做伴，甲伊同在，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为怪咧无偌久以前，伫报纸咧，菲律宾的报纸内面有一个青年人自杀咯，用枪甲伊自杀。伊老爸是政府内面伫咧做官伊伫伊的迄张遗书内面安尼写说：爸爸，我一生当中到即阵真多谢你，互我食，互我穿，互我读册，我所需用的你拢供给我。但是每一摆我到伫厝内的时阵，我真孤单，无人甲我做伴，我心中非常的痛苦。意思，觉得我要结束我的人生了。所以，一个人真孤单、真艰苦忍受的时阵，伊就想到在结束伊的生命的代志。但是，咱过来看，一个人已经成长到真做成年人咯，可能伊会成家立业咯，有家己的工作咯，但是伊仍然需要有人来甲伊做伴，伊所赚的钱，有人甲伊分享，伊的快乐，伊的重担，有人甲伊分享，有人甲伊担当。若无伊家己一个孤孤单单，倒来是家一个，食是家一个，出去的家一个，非常的孤单，无人甲伊做伴的时阵，伊的心灵感觉到愈来愈孤单，伊会渐渐会沉默无话讲。后来伊的健康出了问题，心理上也出了问题咯。咱看这个老年人，血脂真悬的，佫较需要有人甲伊做伴，有人甲伊同在。
若毋是安尼呢？伊的孤单愈来愈深，愈来愈严重。伊这个是啊，老年了，逐项结袂了，身躯软弱了，伊感觉到非常的无助，无人来帮助伊，做迄项代志，家己无法，生活出问题了，后来生命也出了问题了。孤单是现代人的一款的心理病，真严重。根据日本政府的调查，伊讲日本啊，每一年啊有27000几个人啊孤单会死去。那换另外一款的算法啊，等于是每1小时啊有3个人啊孤单会死去。每1小时每1点钟啊，就有3个人死去了。为什么啊？孤单会死去啊！有可能有真好的厝，有几间房间，有灶骹，有客厅，有电视人看，有冰橱，有床橱。但是伊一个老人哦，可能是男的还是女的，伊行离开伊，可能真久啊无倒来了。伊家一个人生活，伊伫遐跋倒了，还是踮厕所咧？跋倒骨倒了，头壳计讲咧壁咧，还是心脏发作了，心停了，无人伫遐咧帮助伊。有个人啊，死了那2-3日了，甚至1礼拜了，无人知，一直啊到厝边闻到臭味了，真臭了，才将门入去将门甲弄破，才入去内面，看见迄个老人已经死伫沙发顶了，有诶死伫这个客厅咧、涂骹咧，有诶死伫这个粽叶间咧，怀糖咧食伊诶身躯，有诶已经无心思了，剩怀糖咧，剩一领衫裤咧，真可怜待，甚至。伊要死要丧葬的时阵，也无亲人去甲伊丧葬。因遮人孤孤单单的、孤独的死去了。这是日本人、中年人甲老年人一个真通担忧的一项大社会问题啊！孤单是咱人生当中的一款的心理疾病。人有了侪财物，单靠侪财物，单靠侪物质上的物件，也阁是无够个。人需要有陪伴，有做伴的人。有人甲伊做伴，伊的生命才活得更较快乐，生命活得更较丰盛，伊的生命更较满足。伫苦闷的时阵，有人甲伊交流、痛苦、忧愁，所以一个人若可能有物质上真丰富，若无有人甲伊做伴，无有亲人伫伊的身边，伊就是伫这个老年的时阵孤孤单单的孤零零的，一直到死去为止。这款人的生命活咧有啥物意义呢？咱现代人现代的人，咱生活伫一个真密集的社会顶面，厝边、顶骹、下骹，咱的四周围拢真侪人，但是人多无一定做伴的人也是多，可能人的心内真孤单、悲伤、无安全感，甚至咱现在有时咱看到一个家庭伫咧食逐个人鸭头，伊毋是排泄毋是
也毋是毋敢看人见笑，因额头是咧看因的手机。人真近，但是心真远。中国有一句话哈，死哩哩，死哩哩哈。国语啊，普通话叫做咫尺千里。什么叫做咫尺呢？一尺的 distance， 一尺的 distance， 但是因的距离啊，真正的 distance 是1000里 ，1,000 miles away。一尺的 distance， 但是因的心灵啊，1000里以外。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人甲人的距离啊，虽然近啊，但是迄个做伴的意识啊，做伴的迄款的代志吼，伫人的意识当中感觉真淡薄啊。难怪啊，咱现代人这个真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孤单的人愈来愈多了。这个忧虑的人 anxiety 也是愈来愈多了。心理病的人也是愈来愈多，但是自杀的人也是愈来愈多。所以主耶稣甲咱讲，伊讲人贪得全世界，丧失了生命，有啥物意义呢？人也阁有法通摕啥物物件通来换生命呢？人贪得全世界，丧失了迄个生命，有啥物益处啊？人也阁会摕啥物物件来换咱人宝贵的生命呢？这是耶稣对世间人的一个警醒。那么，咱来讲，什么叫做陪伴？什么叫做做伴呢？做伴的意义是什么呢？做伴的意思就是唔单单是这个距离的问题啊，唔单单是距离真近的问题啊。这个做伴做对高的境界，乃是唔是身体真近啊，唔通单单说我都交伊真近啊，我交伊做伴无够赢，无够赢。而且是这个做伴，而且是一个心灵的感觉，亲近感啊。有对方做伴的时阵啊，你的心灵内面啊，有感觉一款的平安，有感觉到一款的安全感。恁彼此之间啊，拄着问题会彼此互相帮助，内心无有隔阂，内心是相通的，灵内面是相通的，这款才是做伴的意思。所以，咱的心灵内面伫做伴的时阵咱心灵内面拄着忧愁苦闷的时阵，迄个甲你做伴的人会甲咱解闷分忧拄着困难的时阵，会彼此来帮衬恁伫无快乐的伫快乐的时阵，就会晓得怎样来彼此分享伫忧愁的时阵，来彼此分担一直行到人生这款陪伴一直行到人生的最后一步，甚至行到上帝迄个永恒内面、永远内面，这个就是陪伴的意思。陪伴、做伴还是同在伫古早时有差不多1000多年前有一个基督文真有意思真侪人听到伊的
的祈祷文恁受感动听了伊的祈祷文，看了伊祈祷文甲上帝搁较接近这祈祷文是一位叫做 Saint Patrick Breastplate 所写的。伊的祈祷文是安尼伊讲基督甲我同在，基督伫我的前面，基督伫我的后面，基督伫我的内面，基督伫我的下面，基督伫我的顶面，基督伫我的左边倒边，基督伫我的正边右边，基督伫我的堡垒内面，基督伫我的战车顶面，基督是对我欢存的一个大，基督伫怀想我的人的心中，有人咧想我，耶稣基督耶稣，恁也是伫因的心中。基督伫怀甲我讲话来的怀人的喙中，基督伫怀听我讲话内面的怀人的耳孔中，基督伫怀甲我做一个人的心中，这款的基督是表示耶稣基督是全方位的完全的维系伫伊的四周围甲伊做伴，一生甲伊同在。这款的同在实在非常非常的好。其实上帝伫对创造的开始一直到将来天国的内面伊上帝拢表达到这个同在的重要，做伴的重要性。咱看上帝对起初到落尾，上帝的心意是怎样呢？伊一句话讲，上帝是阿尔法，上帝是欧米伽，意思是上帝是创始，上帝也是成终，是开始的时阵到落尾到中头，上帝愿意甲咱同在，甲咱做伴，这是非常宝贝。咱看，伫旧约到新约内面，有真侪代志来彰显到上帝愿意甲人同在，来彰显上帝甲人同在迄款的宝贝。咱看上帝开始造人的时阵迄个时阵，上帝叫人是非常的密切的关系，因有法人担心，有法人交流，上帝甲因同在，将工作分配互因去做。等伊看到这个亚当家己一个的时阵上帝怎样讲上帝安尼讲，耶和华讲，伊说迄个人毒机无好家己一个人徛无好势，我要为伊做一个配偶就是同伴来帮助伊，就是为伊来做一个女子伊的妻子通来帮助伊。所以上帝是知影人家己一个独居无好需要有人帮助，需要人来做伴，来给伊的一生过来呢，咱看上帝安排一个人，为着要将上帝的真理来启示，接着一个人，接着一个家族来启示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伟大。伊就接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圣经内面常常安尼讲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伊甲伊同在，对开始一直到伫迦南的时阵上帝甲因同在。无论伊这个路程顶面拄着偌大的困难甚至伊的太太欠淡薄要互人抢去做某上帝保守因，
拄着战争的时阵，上帝甲因同在，为因征战。所以有上帝做伴的时阵啊，因就感觉安全咯。咱看伫以色列你出埃及，你去到旷野内面，一路拢有看见上帝甲因同在。伫拄好才出埃及的时阵，到伫这个红海之间后面有追兵前面是红海，因跩人拄着这个真大的问题咯，行落去红海也是死若无走，这个后壁的追兵拍来，因也是死。上帝为着要表示甲因同在，上帝就做这个日时是分条，暗时是黑条，云柱跟白柱就代表上帝甲因同在敌人要来攻拍因上帝的迄个黑条就围伫因的当中，因无法通接近这百姓，因为上帝暝日甲因同在，日时有分条，暗时有黑条，一方面在做带领，一方面在做保护。上帝会看顾，上帝会保守。当因过红海的时阵，上帝也甲伊做伴，借着摩西甲迄支拐向海冲迄支拐的时阵，水就分开。上帝甲因同在。伫旷野内面，以色列百姓伫迄个旷野拄着真侪问题跩百姓也真侪问题。上帝就叫摩西做一个会幕这个会幕有内面有一个敬拜的跩物件也是代表上帝的同在甲做伴。每一摆上帝要向百姓讲话要传达上帝的话语的时阵，摩西就伫内面咧甲伊讲话这个会幕顶骹有彩云代表上帝的同在。说跩百姓无水通啉咯，上帝就叫摩西用迄支拐拍石头就出活水。无通食的时阵上帝就对迄个玛纳对天顶降落烟吞鸟互因通食。所以上帝甲因同在，因就一无所缺。还佫来，伫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阵，上帝叫因做一个约柜Moses Ark。这个约柜也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做伴。无论伊要战争，拄着战争，这个约柜行伫头前；要过这个约旦河，这个约柜徛伫水中，伊就平安的过去。所以咱看，上帝也是借着这个约柜来表达因愿意交百姓同在。拄着什么问题战事的时阵，上帝为因来征战。咱佫看也侪历史圣经的历史，约瑟是一个真好的青年人，伊托伊的兄弟出卖了，对做奴才，一直到入骹区上帝拢甲伊同在，一直到离开了家业出来做宰相的时阵，咱看到上帝拢甲伊同在因为有上帝甲约瑟同在的时阵凡事拢顺利。我看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做伴是何等的宝贝咱看但以理，互人掠去外国伊三个朋友为着无要摆迄个金像金牛像互人掠去这个河路内面三个人甲掠入内面，用迄个柴迄非常炎烈的
柴火来烧，要甲伊活烧死。但是因有对迄个一个窗啊、细窗啊看入去，本来是3个人，变做有4个人伫内面。原来有上帝甲因同在，因就袂伫这个烈火当中被烧死了。但伊呢，因为要叫上帝亲近，伊突然掠起，添咧西啊坑内面，西啊洞内面。本来要将这个但以理要活诶土一只在西啊活食落去，但是呢，有神的同在，神切歹天使，在西啊的喙，伊伫啊到这个但以理平安的出来。咱搁看新约时代，上帝为着要甲人同在。伊就差遣伊所听见主耶稣基督都正做肉身来到咱的世间圣经讲马太福音讲伊说，即位要生的救主你要称呼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以马内利这4字是希伯来文但是翻译出来就是上帝甲因同在，上帝甲咱同在的意思。有上帝同在是非常的宝贝。伫困难当中，甚至保罗伫监狱当中手骹脚有铁链，关伫这个有铁门的监狱内面因伫苦难当中，毋知影明仔日会死会活袂活。因仍然伫迄个苦难当中、艰苦内面祈祷赞美上帝。为什么有伫苦难当中有这款的心情，佫会唱歌、学罗赞美上帝？因为伊知影有上帝甲因同在，因就毋免惊。因一个赞美祈祷的时阵，铁链就对手顶、骹顶落落来，铁门也是开了，因就平安的出来，并且拯救了监狱。迄个官的一家人，因全家信主，所以咱看见上帝的同在是真个宝贝。耶稣的门徒伫船顶，伫这个加利利海拄着大风涌的时阵，船欠头半要沉落去，因惊吓的时阵，就将耶稣叫醒，耶稣就立刻。接比这个黄甲浪，就平静落来了，风平浪静。咱伫生命内面生活当中，有时也是拄着在困难亲像风浪忽然间会临到咱的生命当中，拄着在大问题还是有主的同在，好着信心，咱会有可能。对这个大风浪当中会变做风平浪静。耶稣升天了后，门徒毋知影要怎样。耶稣安慰讲：“说我要找圣灵落来，凡那是信主的人内面有迄个圣灵甲因同在。伫苦难当中，上帝要施力量；伫苦难当中，上帝要甲因同在，要安慰。”圣灵要引出来，要教示因，所以上帝非常的关心，人需要甲伊同在，需要有做伴的人内面才有迄款力量，才有真正的平安。一直到新天新地内面这个世界结束了。伫最后的新天新地内面上帝甲人同在，甲人做一个徛起。启示录21章安尼甲咱讲伊讲我听见大声音对宝座遐出来讲，伊说看有上帝的帐篷的帐幕伫人间，伊就是上帝要甲人三角徛同住。三角徛，因要做
伊的子民，伊的百姓。那神要亲自甲因同在，要做因的神啊！这是偌大的宝贝的应允啊！到最后的祝福，伊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甲众人同在。啊，主耶稣，咱的上帝愿意甲人同在。所以兄弟姊妹，你看，神是创始，上帝也是成终。对开始到落尾，上帝拢无离开咱，甲咱同在啊！所以咱虽然伫这个世界拄着偌大的风浪，拄着偌大的问题，咱毋免惊，因为上帝是统管一切。圣经讲，当洪水临到这个世间的时阵，上帝仍然坐伫伊的宝座顶做王，统管一切。上帝仍然控制伫伊的手中。感谢上帝！有人啊，将圣经规本圣经啊，来计算啊。伊说圣经内面吼有讲到365摆啊，至少365摆讲到毋免惊，毋通惊。咱一年内面有365日，换当咱若是逐日拄着问题，上帝甲咱讲。毋免惊。伫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27节安尼讲，迄个是伊的背景是安尼。耶稣做工真善哦，伊先去山顶祈祷，门徒先坐船过这个加利利海的时阵，拄着暗暝，忽然间起了大风浪，大风涌的时阵，逐个人真惊。个暗暝的时阵看无清楚，耶稣伫这个海面顶伫咧行。伊看到有人伫海面顶行，想说是鬼怪，逐个惊外面有这个风浪佮拄着看到这个鬼怪内面逐个惊半小时讲海个是鬼耶稣来安慰因讲，耶稣讲啥物啊？真重要一句话，伊讲：恁放心，是我，毋免惊。恁放心。是我毋免惊普通话是安尼讲，国语是安尼讲。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盼望咱做属神的行哩，伫这个黑暗动乱的世界内面病疫是全世界都爆发起来，逐个人心内真惊，咱甚至毋敢出门啊。毋但拄着出来，可能有时有忽然间临到的一件问题来的时阵，咱逐个人真惊。拄着出来代志来的时阵，盼望兄弟姊妹，就会记得耶稣所讲的这句话，讲：恁放心，是我，毋免惊。代表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兄弟姊妹。盼望今仔日的信息记条伫咱的心中有主甲咱同在，有主甲咱做伴，恁着放心，是耶稣讲的，耶稣甲咱同在，毋免惊。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的灵接着今仔日的信息，伫现在这个动荡不安。病疫遍满全世界，阮人毋知影什么时阵会拄着这困难，但是阮感谢主，有主你的保守，有主你的同在，阮就像主耶稣安尼甲阮讲：恁通放心，是我耶稣，毋免惊。但愿上帝你的话深深的刻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一直来到基督面的日子，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